为金华城的弊案，都法局的官员甲公务人员有未少人拢互约谈。根据着平面媒体报道，其中互列为关键共犯的邵秀培已经甲检方承认了，讲市府明记知影这个金华城毋是途经地，也是来创立着用职奖励制度，协助金华城摕到20%的用职奖励。这个证词对柯文哲、对彭正兴来讲拢真不利，恐惊会将做多利罪重要的证据。金华城2001年青年开播，不过才做18年就收起来，了望会当变做顶级上班，心过过程黑黑暗暗，涉嫌非法。金华城就不是都更，也不是围绕，为什么它可以比照都更、比照围绕？市长，你知道这些细节吗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议员早就伫咧2002年就点出交期所在，时任北市长柯文哲说真侪摆讲，唔知影就要含糊转过，不过行过就一定留下卡车。那说明的有没有觉得很冤枉？前都法局总工程师邵秀培进行起被告身份约谈，经过7点外钟问话，了尾敢若限制大所在，含出境出海。叫检方列出关键共犯，所以当无报警回，可能是因为伊拢夜出来。根据媒体报道，邵秀培甲检方承认，金华城并不是都更地区，无使用都更建筑用职奖励办法。不过，北市府煞变形用都市计划法独立创用职奖励制度，协助金华城得到20%用职奖励。这个讲法若对柯文哲彭正兴不利，可能将做因非法通过备案的重要证据。那我们是台北市政府的员工吗？案件表出来，都法局会前局长到下口站的公务人员拢小双方约谈。金华城将这备案看连上报药，想有伫咧插手，想有伫咧起压，背后的真相无分准红暗黑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